为着要鼓励音乐创作者创作新的台语囡仔歌，公司台语台举办咱的歌台语囡仔歌创作评选，邀请金曲制作人来做评审。这得奖有奖金，还会当出唱片，希望创作出全部原新的一个原创囡仔歌。这首歌的名就号做《一两三来唱歌》，是新创作的台语囡仔歌。为着要让台语的囡仔歌有新的活水入来，公司台语台要举办咱的歌台语囡仔歌创作评选的活动，希望更较侪囡仔会当对音乐当中熟悉台语。上重要的，就是咱要再会当做新的歌，唔是干那古早迄款新的歌，因为新的囡仔听的新的歌，因甲咱时代无啥共款。这届的台语囡仔歌评选活动特别邀请3位金曲创作人来做评审，伊嘛建议参赛者爱行入市场，用日常的对话写出洗脑的台语囡仔歌。阮有3个制作人嘛，吼，对，所以讲因拢代表不同无共的制作的方向。因为囡仔即马因较早熟，因听的物件比咱少年时阵制作多。所以就是我会当去做一寡无共的曲风，互因感觉这歌有趣味安尼。今年开始第4年，阮就是讲正式进入公开评选，扩大互社会各界拢会当来参与，这台湾囡仔歌。希望这台湾囡仔评选了，阮会当变成固定时间拢会当办评选。台语的囡仔歌唱来唱去拢是迄几条，毋是张张筒啊，就是天黑黑。公司台语台希望创作者同齐来做新的囡仔歌，加入新的元素，互更较侪囡仔会当轻轻松松唱出咱的母语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